新中年新里程，新中年整裝起行。上次講到新中年基督徒從神嗰度領受咗呼召之後，又願意回應並且去履行，呢個就係召命，係一個新里程。喺踏上呢個新里程之前，佢係需要好好嘅裝備自己嘅。佢需要一個身心社靈四方面嘅裝備。身心社靈係一個所謂 bio、psycho、social、spiritual 嘅 model， 係一個全人健康嘅架構，強調人需要達到呢四方面嘅平衡同埋和諧。佢雖然十分全面，但係唔會包括一啲新中年所關注嘅事項，例如財務同埋有關法律事情上邊嘅管理，例如儲蓄啦、理財啦、平安書啦、授權書等等，呢啲都係重要嘅，但唔係呢個嘅討論嘅範圍裏邊。其實唔一定係新中年需要呢啲嘅，所有人都應該有一個身心社靈嘅裝備。喺呢度我唔能夠將裝備全部嘅細節都列出嚟，因為裝備係有唔同嘅做法，因人而異，亦都係因侍奉而異。我只能夠喺呢度帶出身心社靈呢四方面嘅重要性，讓受裝備嘅人自行選擇適當嘅裝備。第一，身就係身體健康方面啦 ，physical 呢個就係基礎最基本嘅層次，係有關身體機能嘅運作同埋維護，包括咗生理功能、生活習慣、觀感知覺。簡單嚟講，呢個就係有關身體嘅健康、工作同埋休息嘅平衡，加上適當嘅運動、飲食同埋休息等等。聖經喺哥林多前書3章16節咁樣講：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，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？身體是神的殿，人冇健康嘅身體，當然就係唔能夠侍奉，一定會影響侍奉啦。第二方面就係心方面，就係 psychological， 呢個有關個人嘅內心精神世界，包括咗認知同埋思考、情緒同埋感受、期盼同埋渴望、心理同埋意志、良心同埋自我認同各方面，係十分廣泛嘅。值得提到嘅，新中年基督徒係需要有一個重要嘅心態，呢一個就係終生侍奉同埋終生學習嘅心態。終生侍奉嘅意思就係用一生嚟到活出神俾我哋嘅使命。基督徒係冇退休嘅，只有退任，就係轉變崗位嘅意思。終生學習嘅意思係喺唔同時段有唔同嘅不斷嘅學習，有不斷學習嘅心態。有人中學畢業就滿足啦，有人以為大學畢業就學夠啦。終生學習係一種不斷嘅學習，在有生嘅年日喺唔同嘅環境都可以學習新嘅嘢。呢個就活出新中年活潑生命背後所蘊藏嘅動力。第三就係社方面啦，就 social， 呢個係有關個人同埋外界嘅互動、歸屬感同埋社會系統上邊嘅一個位置，包括咗人際關係、支持網絡、自己喺社會同埋教會嘅角色同埋參與等等。新中年基督徒係要有效嘅侍奉，就要避免同外界脫節，要不斷與認識嘅人保持聯絡，同埋與外界建立新嘅關係。第四就係靈方面啦 ，spiritual， 呢個係有關屬靈嘅情況，個人同神嘅關係、靈命嘅成長、品格嘅塑造。人有健康嘅靈命，就會清楚知道自己生命係有意義，係有核心價值，並且得着喺主裏邊內心嘅平安。靈命同埋品格嘅塑造 being， 比侍奉所用嘅技巧 doing 更為重要。通常人只為侍奉做準備，要學習更多，希望侍奉能夠做得更好、更有效率。但係忽略咗屬靈品格嘅塑造，
所以變成不停嘅做，就冇時間同神建立健康嘅關係。有啲好似馬大嗰個侍奉啊，忽略咗好似瑪利亞嗰一般嘅同神親近嗰種嘅操練。身心社靈呢4方面係互動嘅，每一方面都會影響另一方面，係有關全人嘅，係需要平衡嘅。唔係單係新中年信徒用得着，亦都係每一個基督徒都用得着。除咗身心社靈嘅裝備，新中年基督徒可能仲需要一啲技巧上邊嘅訓練同埋裝備。如果召命係全新嘅，以前未曾做過嘅，佢就需要接受特別嘅裝備，預備自己踏上新里程。呢個都唔係難明白嘅。舉一個例，大家就知道，如果你要參與一個照顧長者嘅侍奉，咁你就要接受一啲特別嘅訓練啦，明白佢哋所需要同埋所關注嘅，點樣同佢哋溝通，點樣用你嘅愛心，加上你嘅內心，願意聆聽佢哋嘅心嚟到服侍佢哋。既然侍奉嘅領域各有不同，裝備亦都係會有唔同啦。有時係要強化或者係深化自己已經有嘅恩賜，有時係落實學習一啲全新嘅知識同埋技巧。我寫過一本書，就叫做《金齡侍奉新領域迦勒一族》，裏面有一個整全嘅計劃，係提供教會使用，無論係傳福音、靈命進心、帶領查經或者係聚會，都提供咗裝備嘅方法同埋過程，可以參考一下，亦都係適合俾一啲教會嚟到使用嘅。呢個就係導引課程7部曲嘅第5步。好啦，而家到咗第6步，呢個就係實踐所計劃嘅勇敢嘅踏上新里程。新中年基督徒回應咗神嘅呼召，經過咗裝備，正係整裝待發嘅時候。呢個時候佢要等候神，願意擺上，預備委身，懂得把握機會，勇敢嘅嚟到踏上新里程。當然呢個新里程係因人而異嘅，有繼續以前嘅侍奉啦，有啲喺生活中嚟到見證神，有啲湊孫嘅，有啲係服侍患病嘅家人，或者係教會嘅弟兄姊妹，又喺教會或者係基督教機構裏邊有一個新嘅崗位嚟到侍奉，有啲喺醫院裏邊做義工嘅，有啲係大職侍奉嘅，有啲係進修一啲課程，包括讀神學嘅，有啲做傳道人、牧師、宣教士，應有盡有，各有不同。無論點樣，新中年信徒侍奉嘅時候係唔好耗盡，要多啲休息，可以從低調用半架構嘅方式嚟到開始。我哋如果明白自己身體嘅限制，就能夠持久有果效。度身訂造嘅侍奉係最好嘅，可以細水長流啊！我哋唔好錯過呢個金色年華嘅侍奉，因為時間一過去就唔會翻嚟噶啦。呢個就係你嘅新里程，到底要侍奉有幾長呢？呢個係因人而異啦。當然就要睇神點樣帶領你啦。喺呢個侍奉當中，你嘅恩賜會被使用，你嘅貢獻會使到別人得到益處，你自己有喜樂、有滿足，感到工作有意義，呢啲係比金錢嘅報酬仲有價值。呢個時候你會享受喺主裏邊嘅平安同埋喜樂，活出豐盛嘅一生，能夠達成主俾你嘅使命，你係一個蒙福嘅人。當然你要與人分享你嘅福氣，讓後來嘅人作為參考。呢個就係第7步啦。第7步就係走上新里程之後，能夠同人分享經歷，鼓勵後來嘅人。呢個就傳承俾下一代。詩篇係指出長者嘅任務係要將神嘅能力顯示俾後來嘅人。詩篇71篇18節咁樣講：神啊，我到年老發白的時候，求你不要離棄我，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。佢哋要繼續嚟到結出果子。正如詩篇第92篇14節所講，他們年老嘅時候仍要結果子，
要滿了執仗而常發青。佢哋分享新里程嘅經歷，把好嘅見證傳俾後來嘅人。呢個係終身侍奉，亦都係傳承。呢個就導引課程嘅7部曲。如果按着嚟到實行，我哋係有把握去克服退休前後所帶嚟嘅挑戰嘅。我哋重溫一下啦，呢7部曲就係第一，認知新中年嘅契機；第二，檢視過去；第三，認識真我；第四，重尋召命；第五，做好準備；第六，踏上新里程；第七，分享經歷。呢個就係新中年導引課程嘅7部曲。你預備退休或者係已經退咗休啦，新里程嘅侍奉係可以更滿足、更精彩、更有意義嘅。有幾條討論嘅問題。第一，你知道神嘅呼召並且有回應嗎？第二，你覺得需要裝備嗎？你知道要喺邊方面要接受裝備呢？第三，你係點樣裝備自己嘅呢？第四，喺7部曲當中，你而家去達到咗邊一步呢？第五，你嘅新里程係乜嘢？可以分享你嘅經歷嗎？第六，你有鼓勵後來嘅人嗎？